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7章，墙重建完成，我就安置城门，搁指派人负责圣殿守卫、献诗，甲其他利未人的工作。我派我的兄弟哈拿尼甲堡垒的指挥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。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佮敬畏上帝的人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我甲因吩咐讲，到日出烧落的时，才通开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守卫下班以前，就甲城门关起来，串互好势。就派耶路撒冷的居民照班次伫因的厝头前固守。耶路撒冷城看阁大，城内的居民还真少，起好的厝嘛无多。我的上帝感动我，召集贵族、官长甲人民来登记因的家谱。我找到头一批流放回乡的人的家谱，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。以前对犹大地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去的人民，现在对遐倒来耶路撒冷甲犹大，转去逐个人的故乡。因甲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希米、阿撒利雅、拉米、那哈马尼、末底改、毕山、米苏比列、毕吉瓦伊、尼宏、巴纳做伙倒来。以下是这个倒来的以色列人民的人数：巴录的后代2172人，受法提雅的后代372人，阿拉的后代652人，巴哈摩押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约押的后代2818人，以兰的后代1254人，撒土的后代845人，撒改的后代760人，宾类的后代648人，比拜的后代628人，阿甲的后代2322人，阿多尼干的后代667人，毕吉瓦伊的后代2067人，阿丁的后代655人，阿德的后代就是希西家的后代98人，哈顺的后代328人，比赛的后代324人，哈拉的后代112人，基遍的后代95人，比利兴人甲尼多法人共188人，阿拉突人128人，别阿苏马维人42人，基列亚林人、基菲拉人甲比录人共743人，拿马人甲加巴人共621人，密马人122人，必得利人甲埃人共123人，另外一个尼坡的后代52人，另外一个以兰的后代1254人，哈林的后代320人，耶利哥人345人，罗德人、哈底人、阿那人共721人，西那人3930人，这是
耶稣仔的家亚大雅的后代973人，隐麦的后代1052人，巴士何尼的后代1247人，哈林的后代1017人，利未人何达维雅的后代就是耶稣仔甲灭的后代74人，负责献诗的就是亚萨的后代148人，圣殿的守卫就是沙龙、阿德、达文、阿国、哈利代、甲索拜的后代共138人。圣殿的工人西哈的后代、哈索巴的后代、达巴俄的后代、基律的后代、西亚的后代、巴顿的后代、利巴纳的后代、哈加巴的后代、撒麦的后代、哈兰的后代、吉德的后代、加哈的后代、利亚雅的后代、利信的后代、尼哥代的后代、加散的后代、乌撒的后代、巴西亚的后代、比赛的后代、米欧林的后代、尼普辛的后代、巴博的后代、哈古巴的后代、哈弗的后代、巴西律的后代、米希代的后代、哈沙的后代、巴科的后代、西西拉的后代、但马的后代、尼西亚的后代、哈提法的后代。所罗门的仆人的后代就是所泰的后代、所费列的后代、比罗代的后代、亚拉的后代、达昆的后代、吉德的后代、示法提雅的后代、哈退的后代、波希列、哈苏巴因的后代、阿文的后代。圣殿的工人甲所罗门仆人的后代共392人，对特米拉、特哈萨、基律、阿顿因要上来，袂当证明因的宗族世系是毋是属以色列人的。德莱雅的后代、比得雅的后代、甲尼哥代的后代共642人。这其中找无世系的有哈巴雅的后代、哈格斯的后代、巴西莱的后代。巴西莱带基列人巴西莱的查某囝做某，所以采用巴西莱的名。因袂当担任祭司的职分。省长甲因讲，毋通食献予上帝的祭物，等候会晓用乌灵甲土明的祭司出现，才来裁决。大会的会众拢总有42360人，以外也有因的兰博鲁比7337人，男女献死的有245人，因有马736只，鹅245只，骆驼435只，牛6720只。有一寡人为着工程赞助，省长捐8公斤的金下伫府库，换50块，甲祭司的礼服530丝。为族长捐168公斤的金
1250公斤的银下伫宫廷府库。有真侪人民捐168公斤的金、1140公斤的银，甲祭司的礼服67丝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负责献尸的，以及一部分的人民、圣殿的工人，甲以色列证人，拢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。到7月，其他的以色列人住伫家己的故乡。